稍等，怎么了？你也来拍一张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不会没事，你分镜头就好。来。 哎，快过去帮忙！小小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小小，你醒醒啊！聪明，我在。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我答应你，宋小小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他又出现了，这次他又做了什么？莎莎，池总，池总，这海报上不就是他吗？哎，对啊，是池总啊。进来。老板，关于新一季的服装广告，因为和之前的代言人合同已经到期了，这一次启用的是新人，是由国内顶尖的时尚团队DG工作室一手打造的。这是样片。这个模特是谁？是之前来面试的新人，叫宋小小。之前没有什么走秀的经验，但是DG的医美老师一直坚持用她，说她对时尚的把握有独特的见解，而且效果确实不错。有他资料吗？有的。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参加广告拍摄，真是够嚣张。照片上的模特和老板好像啊。老板，啊？他我不是很满意，换另外人代言。老板，但是我们的时装发布会已经定好了时间，如果现在换人的话，那可能会来不及了，而且咱们的损失也会很大。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，不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找我啊？池氏集团你也去过几次了，熟门熟路的。你去交接一下陨石系列的后续程序。又是我，又要见到这么那个大变态了。别唧唧歪歪的了，那边工位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哦，是，我马上就去，经理。是谁啊？这个呀，领头的就是 DJ 的灵魂人物，人称中国版时尚女魔头的伊美老师。一梅老师，后面跟着的是她的御用造型师、御用摄影师、美甲师，还有吉他手呢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助理啊！不过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好吗？只要伊美老师来咱们公司呢，那就只能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就是关于咱们新产品的代言人问题。咱们老板吧不想用那个模特，但是伊美老师吧一定要用那个模特，这不过来开撕了。模特是谁啊？据说咱们的代言人啊，长得跟咱们老板特别像，而且比咱们老板更加白嫩。据说呢，还是个90后的小鲜肉。那个鲜呀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荷尔蒙机器。是小小。爸，您别生气。哎，您怎么紧？看你们总裁的任性指数呀，我大概也知道他是多有钱，可是钱对我没用。我是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，用大明星文杰，哼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，我能不知道他啥样吗？啊，就一绣花木头熏过的腊肉，能和我们家小小这个小鲜肉比吗？这纯属我们老板的个人喜好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哎，您到那边去休息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，一定帮你解决。苍明，你来了。金秘书，刚刚里面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边掐起来了。掐起来了？就你们老板那样，还有人敢跟他掐架？就金老师一个人不停的在说，从头到尾我们老板就只说了一句话：出去。宋总助，你来了，老板正在里面发脾气呢。我先走了。不就一个模特吗？哪有这样的必要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没什么，这件事儿已经定了，换那个明星文杰。那好吧。我的小鲜肉估计没戏了。我刚听金秘书说，总裁已经把他文件夹里的小鲜肉的照片换成那个男明星了。只要那个文件夹送到企划部啊，很快就会送到印刷厂。再见了，我的小鲜肉。池总好。完了完了！
我是可以解释的。说。这个事儿吧，这个代言竟然是属于小小的。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得帮小小把代言抢到手。可恶的迟墨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迟总，你要回家啦？我想起来我还有东西落在那里，可不可以载我一程？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，默认了。迟墨，你，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是。那什么啊，我就是那个，我就是我。说，为什么要更换照片？难道照片里的人你认识？你看你刚那个动作太大，我怕那书架会倒。说。宋小小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为男朋友出头，天经地义。怎么了？你说宋小小是你男朋友？对啊。跟他分手。你又不是我爸，你还管我跟谁谈恋爱？你跟谁谈恋爱都可以，唯独他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。他的电话不要接，他说的事情也不要相信。如果他出现，马上跟他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是个不该出现的大麻烦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小小啊？你认识他？可是我们家小小说他根本不认识你啊。我当然不认识他。那不就完了？你管那么多呢？我跟我们家小小正大光明的谈恋爱，一没有违法，二没有违背社会道德，你管得着吗？倒是你，内心阴暗、出尔反尔，还有异装癖的男神经病才是最危险的。我异装癖？你这么快就忘了？那天晚上大半夜的，你叫我送你红酒去酒店。郝宗英，郝宗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钱、名誉，还是想让他当代言人？我都可以满足你，但唯一的条件，你必须跟他分手。如果我就是不分手呢？你能帮我怎么样？对，我不管谁反对，马上给我撤下宋小小。还有，以后跟池氏集团有关的产品全部都给我封杀它，在池氏集团的内部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任何跟宋小小有关的海报，听到没有？宋小小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
都不会让你得逞。不好！喂，老板，公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临时更换的代言人坐地起价，要求代言费增加30%，超出了预算。您真的要换掉这个宋小小吗？这样有些得不偿失。他说什么要换下我？哼，一群没有品位的智障。喂，你听我说啊，马上召集所有相关人员。对，我要今天晚上大街小巷全部贴上宋小小的海报。什么宣传册马上印，网上的宣传要跟上。对，立刻马上。你没听错。石墨，你自己不好好利用这个身体，还嫌弃我的海报？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池氏集团股份7%，做得干净点儿，别让人给查出来。爸，哎，老朱啊，你回来了，以后再说。爸啊，你刚刚在说池氏集团的事情啊？你听到什么了？池氏集团7%的股份什么的，爸，你私下想收购池墨家的股份啊？7%，那就是大股东了，可以行使股东权利的。老朱，这商场的事，一个女孩子家就别操这心了，找个好男人是吧？结婚恋爱这才是正事。最近是不是缺钱花了？那我给你拿点。哎呀，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要什么零花钱啊？爸，你把池氏集团的股份转给我，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个把池墨追到手。老朱，你说什么呢？转让股权那可是大事，这岂能当儿戏呀？哎呦，爸，我是您唯一的女儿，郑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不转给我，你给谁啊？那也不能便宜那个池墨呀，万一说你着了他的道，这股权有可能就不姓郑了。爸，只要我跟池墨结了婚，那池氏集团的下一届继承人就一定是我的孩子。那到时候整个池氏集团有一半可是姓郑的。可是，哎呀，爸，你就给我吧，要不然我就终身不嫁，我就缠着池墨，我不嫁也不让他娶。好，我等我考虑一下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，爸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啦。你呀。什么？你说池墨到了咱们门店？池墨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业务洽谈。真的？哎，别看了，口水擦一擦都掉到桌子上了。真的好帅，好帅啊！他以后就成为我的新男神了。我能读懂他的背影，伟岸而又有安全感。他是男的。我刚刚握的这只手，分分钟几千万人民币进账。
我肯定能沾点喜气儿。哎，你看，我这手是不是比刚才还白了点呢？白了，白。聪明啊，几天不见，你整个人简直是焕然一新呐！有吗？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啊，迟氏集团总裁亲自来咱们公司呢，钦点你做珠宝设计师。原来迟墨来门店是为了钦点我做珠宝设计师，怎么回事？听到这个，竟然还有点小感动。要不这样吧，为了答谢大家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唱 K。愣着干嘛呢？这工作时间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怎么在公司里做出点业绩，成天想着唱 K 唱 K。哦，对了，郝聪明，来一趟。哦。郝聪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要给我加薪？哎，升职加薪都不是个事儿，只要你能完成我给你的新任务。什么新任务？跟迟氏集团战略合作。经理，咱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我刚刚从卑躬屈膝的那种状态恢复了自由，你现在又让我去抱大腿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抱大腿？会说话吗？这叫战略合作。你看啊，第一步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咱们跟迟氏集团现在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。这下一步，咱们强强联手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经理，你还懂《孙子兵法》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粉丝时代的经济。这粉儿对了偶像啊，天天都是正能量。这偶像要是带上咱们的饰品，那分分钟都是进账啊。但是这跟迟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呀？你想，迟氏集团这么大的产业，现在要注重新媒体力量，给影视周边开发的饰品卖给粉丝，简直跟抢劫一样。他们的短板就是咱们的长处，咱们的优点放到他们的平台上，就能发展得更加强大呀。聪明啊，加油拿下这一单，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。祝你走上人生巅峰！巅峰！我回公司了啊，加油！迟墨自己就是个大坑，离开了迟墨这个大坑，我才天天都是巅峰。进来了？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迟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，瑶光是北斗七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
所以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的确很有新意。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欢迎！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池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。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墩，你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。